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伙了解。针对台南科学园区扩建案南科山市，日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确定伫个新市的看西农场。不过，该地点因为地势较低，议员林彦竹伫个市政总咨询时，嘛关心南科三期的扩建案，为何无以区段征收来开发南科的 A、B、C 区，避免看西农场可能的饮水问题？一个开发案是要整体的去做规划，整体我们所有的就是说这一些产业到底谁可以进来，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可以赚到钱，可以让居民呢在这里生活的安全，这才是重要的。对，所以说如果评估起来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去作为排水的问题，我想今天不要为了选举而做。对此，市长黄伟哲强调，选举是一时的，产业、地方甲国家的发展是永久的。伫个南科三期的部分，一定会详细来规划。至于防洪治水，水利局嘛回应，水利署伫个今年9月也已经完成评估的报告。南科的看西农场的开发，所以他们在今年9月，他有完成一个水利方面的那个规划报告，出品。大概这个地方呢，需要就是整个的配合这个开发的话，需要81万吨的滞洪池。81万吨。那主要是滞洪的意思，就是说，当大雨来的话，水来的时候，洪峰很大的时候，他把它囤积起来。正说议员林彦竹嘛关心毒品戒瘾的问题，针对毒品的除罪化部分，议员以1、2级的毒品3年内再犯率平均将近5成为例，认为除罪化并无像学者讲的这么理想，因此如何防治？议员认为应该对学校的学生健检来做起，但因为牵涉到人权甲隐私，还是需要甲学生的家长来做沟通。台南新闻因跟张伟忠采访报道。因为不满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的名单，讲跳海就跳海的市议员蔡耀辉，想袂到一条新名，上午伫个议会总质询，嘛家己表示民调加了2趴。议员蔡耀辉表示，因为家己投入台南市第一选区的立委选举，不过最近却经常伫个网络或者是脸书被人挖乌或者是模仿。议员伫个议事厅嘛公布网友制作的影片，甲原始市议会质询的影片来做澄清，认为根本是去互网友黑白来剪接，而且佮伫个民进党竞选的群组被人散布。议员表示，这种的假消息除了意图互人袂当选，另外嘛呼吁身兼蔡英文台南竞选总部主委的黄伟哲爱来制止。这当是事实的吼。嘛不是我做的啊。无啊，李建宽的你的人拢替经营完务的。李建宽根本就没有一天踏进过市政府，他是我选举的时候有帮忙，没有错。啊，不过网络拢经王伟做呢，啊你拢习惯你我袂甲你写。伊这个有菜头1、菜头2、菜头3，针对我逐日甲登网络咧甲抹黑呢，讲我安怎，你敢知？哦，这你写王伟做嘛吼，这进管理嘛，啊，拢替你网络咧经营呢。你可以说他是我们的支持者，是我们的粉丝，但是他不是我们的人员。市长，啊你刚才讲，伊写王伟做用水来写就对了吼。伊若甲写污蔑到，我一定告他。你写王伟做底下，你告他？没有他如果写我正面，我不会告他；写我负面，伊不可能该写负面的，规日美方伟泽，只当你清楚听清楚，是不是？啊你唔爱甲告，又写方伟泽呢？规批拢写你方伟泽发文呢？哎呀，甲写负面为何个啊？啊你意思甲写挂负面的无要紧啦？伊唔是我派啦，唔是安尼你。安尼呢？正说蔡耀辉嘛针对前市长赖清德的亲中爱台的讲法，议员认为。民进党讲的亲中就是爱台，不过伫个国民党讲亲中，就去互人讲是卖台。蔡耀辉并且摕出2粒模糊甲抹乌的气球，伫个议事厅邀请市长做伙来插个破，向上踢破模糊与抹黑
不是机口。我要看得见。这个我们的2个字要看得见。好，1、2、3。台南新闻林跟张伟忠采访报道。代表国民党参选台南市第5选区立委的议员蔡淑惠，上午伫个议会登记会，家己嘛进入自信的表示，是最后一届的质询。蔡淑惠把握机会，提出过去的10大建设，甲蔡英文的8年8800亿的精简计划来做比较。伊表示，过去的10大建设用伫个交通、重工业、甲能源等，互台湾整个脱胎换骨。对农业时代进入了工业时代，不过反过来看精简计划，包括轨道、水环境、绿能、数位、加城乡发展等5大面向，其中轨道的部分就占了将近一半。台南就有600-700亿要做4条路线，不过议员呼吁，是不是有这个可行性？轨道建设占了8800亿的4241亿。就是8800亿9000万元，轨道建设就占了48%，将近一半的前瞻计划都是要做轨道建设。市长，不是不能做捷运，是真的有需要各县市甚至都去做捷运吗？我们中央这个前瞻计划的预算，既然是8800亿，可以这样用来用去，有5大项。是不是其他可以用在我们台南市，让我们的基础建设更好，而不是硬塞给我们4条、5条、6条、7条的轻轨的捷运？有没有可能是这样？蔡议员，我们的如果有轨道建设，那未来10年以后才可能弄好、做好，所以一定不会发生在将来所谓我的市长的任期。不会在你的任内嘛？但是要不要做，我还是愿意多倾听更多的声音。目前我们只是正在做可行性评估。那如果可行性评估的答案是不需要做的话，我们干嘛去勉强去做这个事情？我也不是，这也不是我的个性。好。另外，伫个城乡发展，台南市争取107亿，不过爱自备37亿，其中伫个台南后城No.1当中，6座的立体停车场就爱20亿，市府必须自备48%。议员除了关心市府的配合款，另外未来营运嘛是一大重点。对此，交通局嘛回应，经费会对停车管理基金来支付，未来完工以后，这是会委托民间来经营。台南新闻林跟张伟忠采访报道。经过社工评估，赴下来领取爱心物资的受助者，上午就近伫台南市第2间食物银行一一来选择厝内所需要物件，对着市府持续开办实体店面的福利服务，感觉足甘心。很实用啊，不会，可以选到我们喜欢可以用的东西。真的实用的东西。对，比较不会浪费，因为如果说，社会，什么那个爱心的，对，捐给我们的，我们不一定会用得到。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拿，这样才不会浪费。这种由原本天协里活动中心所改建的食物银行，除了活化再利用，成为社区当中的柑仔店同款，让热心公益民众会当捐赠物资的上好平台。重点嘛是片面资源中好，让弱势者家己经真正符合因需求的物件。上午市长黄伟铁伫节节面台，甲承办的爱希望专人关怀协会等贵宾的见证，正式将溪南分行揭牌，场面温馨。3、2、1，请揭牌！台南市政府食物爱心银行西南分行正式。我们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对于台南市是一个有爱的城市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尤其我们岁末年终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做爱心的团体，许许多多有爱心的人，他们呢纷纷慷慨解囊。那但是就是说，他们所做的爱心，事实上能够爱到这个我们社会上需要帮忙的人的心坎里。那食物银行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帮助，透过点数的发放，透过这个物资的管控，都能够让这些具体的爱心能够购置到真正
我们许许多多社会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真正需要的物资。那这样子的话，物资不浪费，爱心也可以获得实际上的帮忙。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很感谢许许多多的社会福利团体，更感谢许许多多的企业慷慨的借囊。那透过社会局的这样的一个联系跟媒合，能够让这个爱心能够实际上的帮忙。那我们也很谢谢议会的支持，没有议会的支持，这个食物银行不可能做起来。所以我们很谢谢这些能够各方十方大德，大家能一起帮忙。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一家一家的食物银行会一家一家的开，那能够让这个社会上需要帮助人获得更多的协助。承办单位表示，只要真正有困难的乡亲，透过评估，拢会提供点数来食物银行兑换物资。目前一开幕已经核定20位有需要的民众。这边是台南市区第一间的实体银行，然后也是台南市的第2间。那我们很欢迎有需要，就是在生活上面，不论你有没有领有一些政府的补助，如果你生活实际上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欢迎你来申请。那你只要带着你的身份证明，就是包括身份证、健保卡来到这边，或者你有其他中低收或者低收入的证明，都可以带过来一并申请。那我们由社工审核过，通过之后，每个月可以有1次的机会来领取。那我们在每一家，我们按着每一户的人口数来给你适用的点数，然后来这边就可以按照你的点数来选取你所需用的家庭用品。消委局表示，这款食物爱心银行一直到今年10月为止，已经收到市价超过582万的物资。因为伫年尾，嘛呼吁更较侪爱心人士甲团体共同投入，照顾更较侪弱势。电视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留下日本在当的可信化博士过去因为压力上大，伫英国留学生的推荐开始使用巴曲花圃来改善情绪，嘛，互伊对消费者到推广者，一直到成为结合量子医学的研究者。柯博士为了将这款大自然汇率的波动能量，互更较侪台湾民众认识，上午召开记者会，将伊40档的研究成果整理成册，嘛将花圃会当改善情绪的奥妙传播出去。花精应用在日常生活上，可以改善人际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如果应用在临床上，可以改善失眠、压力、忧郁、自闭、过动。那花精呢？它主要的功能是平衡情绪、矫正人格，还有净化心灵。比方说，
我有一个朋友，他脾气非常的不好，然后每天都是叉着腰在骂小孩，或者跟邻居说话也都是这样。可是他自从用了花精不到1个月，讲话就非常有礼貌，也比较不会那么急躁。会中的婷婷透过花圃的安大情绪，嘛，互伊3当前当多有罪镜头愈来愈稳定，甚至互伊对患者的角色变成老师、学生用感恩的心情来分享。因为我长时间有喝花波来安抚我的内在情绪，因为花精是属于安抚你的外在情绪，那花精是属于内在属于内在的那个安抚，它是长期性的，不是短期性的。因为花精是用闻的，不是花精，就是花疗，就是花精。你们闻到的说花精那些东西是用闻的，它是短暂性的，不是长期性的。但是我们现在饮用这种东西是内在喝到体内的，所以是长期性的东西。经过了解，该新册就来上架，都已经是畅销排行第1，嘛，互资深的媒体工作者出面，对着现代人有注定相关精神疾病严重，回归大自然的力量来改善，表达肯定。因为现在社会变得越来越快速发展，然后呢，又很复杂，会这精神官能的这个毛病呢，就越来越严重。我们经常会听人家讲说，这个世上苦人多哈。那如果说有这么一种方式，能够呢疏解大家的那个情绪啊，引导向正向发展，我想应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很高兴能够看到《八曲花波》这本那个书啊，那个能够跟大家见面。可惜花圃树以多年的临床经验，加上38种花圃的使用，加12种人格特质的分析，以科学的检测评估，要互你我摆脱压力，嘛知影受气无快乐，只要互情绪平衡，就当重新找回家己。但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今年迈入第9档的艺术展区，伊就推广艺文活动到全台南各区目标，透过跨区的合作模式，伫台南各区进行为期3个月精彩演出，将伫11月底结束。现在嘛只剩3场演出。文化局特别举办记者会，邀请市民朋友唔通错过最后的3场演出。一晃眼已经9年哈，从第1场到现在已经264场。我们也累积了超过将近20万的一个参与的一个人次。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最开始把节目带到每一个区域去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舞台，然后尽量在灯光音响上去让它有更好的一个呈现。到现在我们又有艺文小旅行，又有一些校园推广的活动。其实在这9年当中，其实我们一直在进化，也一直在用不同的区域，然后针对不同的区域给不同的一个节目。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也很感谢区公所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协助，因为在地的一些宣传也好，在地一些行政上的协力，其实都要靠区公所。那当时我们除了推出希望能够有文化平权的概念之外，也希望区公所能够成为我们文化中心在做艺文推广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的一个庄脚。希望说我们每一个好的活动推广出去之后，区公所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协力的伙伴。我想这样的一个9年下来，很快明年就要10年了相信在明年的10年，我觉得任何的文化的推广跟累积，大概10年会有一点看到重要的一些成就那今年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山区的一个人数的成长，都成长了30%到40%。那其实这些9年来，我相信很多人也感受到，其实文化局很用心在艺文推广跟扎根这一块。所以你看，连最偏远的山区，龙崎才不过5000多人，都可以吸引上千人来到那一场的一个表演。你可以看到，其实文化的力量其实非常伟大，而且文化的感染力其实会吸引很多人来到一起，然后一起来参与一场活动。这摆伫最后一场演出的是由福尔摩沙马戏团所带来马戏派对，将伫11月30号神怀红球场举行精彩演出。
艺术景区到现在已经累积264场演出，高达19万人的参与。明年嘛将迎接10周年，文化局也请民众共同来期待明年的艺术景区。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若讲到胡蒙，相信大家一定想到电影《狮子王》的顶曼甲少年派当中画面。其实这几档伫国外饲胡蒙已经相当流行，现在业者合法引进，伫台湾买当看到，成为罕见宠物的新选择。台南一位同事都有饲一只，当初因为朋友有饲，接触以后感觉相当的古锥好耍，嘛成为台南少数饲胡蒙的饲主。伊认为，如果想要饲狐獴，应该注意的重点甲饲鸟狗同款。当初饲养的情况下是看到朋友家有在饲养，然后了解过后，觉得其实狐獴算是宠物性非常高的动物。因为我家本身有养猫，然后我看观察的情况下，就是它跟猫狗的行为其实蛮相近的，对啊，就是种种的条件下发现，其实狐獴真的很适合当宠物。然后就决定开始饲养，跟一般养宠物一样，就是该收的东西收好，不要被它翻到，不要吃到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对。然后在家就是跟一般猫狗的养法差不多。但狐獴来台湾并无简单，需要经过一连串的检查，也需要来自过去一冬内拢无发生小狗病养饲场，经伊发4大疫苗甲晶片。董事表示，伊饲的狐獴拢是人工繁殖，所以甲一般野生的并无同，因有无同的互动模式。人工饲养它宠物性比较高，因为它从小跟人类相处嘛，习惯人类的气味。那它的寿命大概也是可以跟猫狗一样，就是10几年。那相对的就是野外的狐獴，它的攻击性比较强，然后比较不容易跟人类接近。对啊，那其实人工饲养跟野外的寿命，人工饲养的还会相对的会比野外的野生的狐獴来得高。对啊，因为外在的天敌太多了，然后加上现在沙漠地区过度开发嘛，所以野生的狐獴相对寿命真的没有这么长。因为人工饲的狐獴相当聪明、佮温顺，所以伫厝内嘛当甲鸟狗生做伙，所以同时厝内鸟甲狐獴嘛成为真好的朋友。现在这只古锥的萌萌开设了一个粉丝专页，如果想要看到伊生活当中古锥的画面，嘛当上网来追踪。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基比医学中心进行外科，同时嘛是伤口照护中心的主任林佑成医师表示，佛尼尔氏坏疽或者是会阴部的脓疡，是一种真歹处理的疾病，因为感染的范围大，加上接近肛门，因此真歹换药啊。其中一名王姓患者，因为会阴部感染脓疡，伫个外面病院经过2间的开刀，感染的状况同款无好，原本要做人工肛门的造口。后来经过基比医学中心连续的清创手术，并且采用负压伤口的引流系统进行空气照护，加适当的敷料，才让感染得到了控制。伤口中心有很多不同的敷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选择适当的敷料。以这病人来说，其实他也有很多的选择。那我们今天针对他的情况，我们选择的是负压的伤口引流系统。这引流系统的好处是它可以隔绝外界的环境，然后同时又可以抗菌，然后刺激肉芽的增生。那隔绝外界环境很重要，尤其在会阴部这个地方的脓疡。那你隔绝了之后，病人就可以不需要做人工的造口，不需要做人工肛门，因为照顾起来非常的麻烦。那因此利用这种方式对病人的状况最适合，因此我们用这种方式去改善他的伤口的情况，让伤口得以愈合。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敷料是胜过其他的敷料，而是这个敷料最适合病人现在的情况。那如果今天是另外一个病人，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就会选择另外一种敷料。我想这是一个在照顾伤口的医师最重要的一个工作跟职责。林秘书强调，强大的军火会当打赢战争，同款的道理，空气照护中心就亲像一座敷料的军火库，配合跨科专业的团队，亲像整形外科、心脏血管外科、血液肿瘤加高压氧顶。共同讨论空气的照护，才能有效来提升照护品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